为透早到暗暝，为过去、即马到未来。不管是都市还是庄脚，不管是好天还是歹天，逐礼拜五暗时9点到10点，公视台语台台湾历史部记录台湾事，做伙拼未来。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4日暗新闻，我是陈家豪。新闻一开始，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明年基本单组确定要来调起，逐个月薪水上加会变做23800块，算点钟迄1点钟上加爱158块。香港反送中的事件引起国际呼吁，美国总统也讲，中国解放军已经全力战联合国组织也发声，不过中国都不得甲救。新北市中和区阁增加一名本土的天狗日，是一个40岁查甫人，详细原因搁爱调查。高雄市长韩国瑜确定要代表国民党来参选2020年的总统大选。日前，国民党的中评委陈鸿昌来甲伊批评，也阁有前高雄县长游秋兴也伫面册甲伊攻击。今仔日国民党是召开中常会，除了开除陈鸿昌的同志以外，也阁再来调查游秋兴的部分。另外，这个郭台铭甲王金平，若准因会出来选，敢会甲伊共款来处理呢？一个主席吴敦义说是无加讲啥。有市民因为积水上深，抓获水抢走死亡。高雄市长韩国瑜慰问家属，针对市府会面临国赔官司，伊讲尊重家属的意见。往生者身后事，市政府这边会全部承担。第二，等到家属情绪稳定之后，我们会跟水利局的包商，还有保险公司来跟家属进一步来谈责任认定跟赔偿的问题。除了和家属有关的问题，其他的问题，韩国瑜拢无要回答。昨天再去询问到这水迄暗去参加党代表和府省干部座谈会，是毋是有套动，嘛无正面回应。只是伊除了市政府外界检视，最近嘛直直互党内同志开炮。国民党下晡召开中常会，无异议通过开除中评委陈鸿昌的党籍。若是伫咧面册攻击韩国瑜的前高雄县长杨秋兴，中常会表示要爱阁调查。若是查证属实，嘛建议开除党籍。在我们选举这个战斗的时刻，如果党纪不能够尽速的执行的话，那我们就不可能有战斗力，后面的选举也就不必选了。我们可以尊重程序，但是应该要限令。如果对于一个事实俱在的东西的话，应该尽速的处理。郭台铭说都柯文哲说了算呢，会开除郭台铭党籍吗？会觉得不尊重党主席吗？中常委李兆平伫会中嘛提案，选举期间严格执行党纪，若有别党参选人者随开除党籍，希望国民党展现团结的气势。这个案嘛伫中常会通过。不过面对有可能改名的前鸿海党署长郭台铭以及前立法院院长王金平，是毋是嘛会处分？有中常委认为，两个人若是违反党纪，嘛是爱依照规定办理。不过党主席吴敦义也未回答相关的问题，敢若佫希望有转势空间，嘛探出韩国瑜因为直直互党内外野料，佫有民调无啥物进展，14暗时会上北和吴敦义见面，参详选战相关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总统大选，哪里拢已经有参选人出现啊。另外一部分就是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甲台北市长郭文德，以及着前立法院长王金平，伫咧这个礼拜，敢会伫桃园来受拄咧。郭文德伊讲，伊迄天确实有桃园的行程。不过，因三个人敢会做伙来出现，态度有影是真暧昧。也在自这个初选就消息，今仔日郭台铭也出现啊，而且伊就出现就讲到自出世到6岁，一个囡仔由国家来饲的政策，也引起外界直直的摇。2010总统大选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特市长郭文德、前立法院长王金平是不是结盟，将会冲击哪条选情？听讲3月18号礼拜一直桃园见面，郭文德只讲当时确实有桃园行程。反正看下去就对了嘛。是那个活动结束，你们会在屁事来聊天这样吗？是这个形式吗？那不然公开亮相也不能讲话，公开亮相只是亮相，还是要坐下来谈一谈吧。郭文德话好亲像有特别的意思，三人结盟的态势好亲像愈来愈明显。而郭台铭14号出席英联鸿海希望小下书记成果展，虽然无加讲政治议题，结果讲到联会甲6会国家市政策，大家拢咧摇伊是不是要阁出来选呢？我最近呢在推一个0到6岁国家帮你养的政策，你们希不希望再有弟弟妹妹？希不希望？我们已经有收到邀请函，然后目前正在研究一下这个活动的状况。那目前还没有决定要参加。如果没有另外安排的话，应该就不会在当天有什么私下见面。三人是不是见面，外界真关心。郭台铭方面好亲像有点考虑，你原本传出15号三方幕僚会先见面，郭台铭这边话真保留，只讲伫拜之进前会先斗阵讨论，是不是为了2020大选铺路，也无将话讲死。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来看民进党的消息，这个反绿的阵营是继续来整合。包括着台湾独立建国联盟一寡未少独派的，拢表态要来支持蔡英文来连任。另外，香港反送中的情形是烧未退，而且有愈烈的情势。中国国台办讲，是民进党甲乌手存入去香港，是为着选举利益。不过，总统蔡英文也来回应讲，卖牵拖责任。香港反送中运动一直甲民进党坚定表态支持香港民众追求自由民主。不过，中国国台办说是民进党当局将乌手侵入香港，而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批评蔡总统是伫消费香港。蔡总统爱国台办唔通将责任撒互不存在外力。不要把情势恶化的责任推卸给不存在的外力介入也不要拒绝跟人民对话。所有的政党界都应该要支持政府的立场了那吴主席这样说，我倒是觉得他好像是在政治消费了。面对香港问题，蔡文重新支持暗过被介入，李志强指控大选只剩5个月，法律定型继续整合。台湾独立建国联盟等未少独派团体拢表态要支持蔡英文连任。问到法律草后真係不管是未必嘅，不管直接經下加伊有辦法，這張選票就會去決定台灣以後嘅前途。不過，原來甲民進黨才來講，法律合作嘅時代力量，林通做宣布退出，區顯地時期黨主席洪志勇也退黨，是不是影響甲民進黨嘅合作？民進黨黨主席杜龍台中心，穩定嘅政黨合作對台灣上有利。我們的進度徵召的節奏還是要原定的計劃來進行。那時代力量，我們真的很希望它趕快內部的這個組織結構能夠盡快的確定。那我們以前跟他所談的任何的基礎，我們都還是一樣的，希望能夠繼續擴大，而且繼續的談下去。台北市長郭文德有稱，明年立委選舉主要政黨席數攏未過半，提出聯合類固成法。蔡英文認為郭文德真在意國會席數，不過更加重要應該是將政黨的核心價值向民眾講清楚。記者綜合報道。接下來，咱來繼續香港反送中的情形。在香港機場示威的民眾，昨暗甲警方來發生衝突，警察也甲槍舉出來警告，讓這個衝突更加未收煞。為咗維護香港機場會當正常來運作，香港法院的官員下晡也到機場打着臨時禁止令，
讲这个禁止令是限制者的民众，敢若会当伫限制场地来进行抗议。若准脱离在这个场地以外的所在，机场的保安人员就会当甲因清场。女性示威者就要和一名港警友离开，几多名示威者冲过去出拳阻止，个人抢警棍攻击回去。当地条警察陪穿示警，示威者惊甲退散。13深夜，香港机场抵港大厅，示威者和警察的冲突真严重。还有一名被认为是侵权便衣公安的民众，一名自称是北京环球时报的记者，和示威者包围，并且用束带把双手绑起来。我呢一位同事當其時拔槍戒備呢一個行為係絕對正確，完全合法合理。香港警方強調講，該名員警背稱合法合理，批評少數示威者破壞警車和動用私刑的暴力行為。深夜機場的衝突已經拘捕5名牽涉到攻擊警察的示威者。另外，法院已經頒布機場禁制令，若是違反會牽涉到藐視法定罪。而當有需要嘅時候，警方亦會配合機管局同執達吏執行禁制令嘅行動，作出支援。規個機場範圍禁止示威，只有接機大廳2位會當和平合法示威。14個香港機場要入去離境大廳，也是辦登機，攏要提出護照甲登機證等相關的證件。佇機場大廳真多少年示威者為造成機場無法度運作嘅事例。擔心嚟到多餘嘅，我個意向都係和平啲好啲咯，係啦。你話其實堵塞嘅話就影響到好多人啦，咁同埋之前尋日堵塞咗，影響到咁多人嘅一事，我都會講翻聲 sorry。正眼底代表會的紅色西部，超過200位香港醫護人員佇中島集會抗議警察濫權，中心民間5大訴求，港府直直唔願意撤回倒限條例，港民過來趕上街路，但是警方執法過動，引起更加濟管彈甲示威，大部分的港民對港府和港警已經無信心，港警無要接受少數示威者公然挑釁和破壞行為，衝突對立也對立增加。記者綜合報道。香港反送中的問題是愈來愈未收煞，也變做國際焦點。美國總統川普13時陣喺 Twitter 來發文，也講中國嘅解放軍已經在香港嘅邊界傳嚟彈，希望香港嘅問題會當和平來解決。另外，聯合國人權辦公室也呼籲香港政府處理抗爭嘅事件一定要符合國際標準，後面也隨對嚟呼籲。不過，中國說講莫干涉中國內政。針對香港的情勢，美國總統川普8月13發文指出，根據美國的情報顯示，北京政府當地在香港邊界集合兵力，呼籲各方攏應該要保持冷靜，若是所有人嘛攏要注意家己的安全。後來在訪問的時陣，川普強調講，香港目前的情勢真危險，不過最後應該嘛當解決。I'm sure it'll work out. I hope it works out for everybody, including China. 這嘛是第8月初了後，川普形容香港的狀況是動亂，而且北京政府會家己解決了後，第二屆對香港的問題來發表看法。另外，美方已經向中國提出要求，會派出烈焰號兩棲登陸艦，還有125號新盾級的巡洋艦。分別在這個月17到9月份來香港，不過攏已經去互北京拒絕。若是澳洲總理莫里森13表示，無同意北京甲香港抗爭講是恐怖主義。另外一方面，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舍萊13嘛發表聲明，強調講香港警察佇人真濟所在，也是對個人來發射催淚假事，攏有造成嚴重傷亡的風險。呼籲香港政府要尊重而且保護香港人民和平表達意見的權利，嘛要避免過度執法。We urge the Hong Kong authorities to investigate these incidents immediately, to ensure security personnel comply with the rules of engagement, and where necessary, amend the rules of engagement for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 in response to protests where these may not conform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對這個代誌，中國駐聯合國日內瓦代表團發聲明駁回，批評巴舍萊無講事實，強調講香港的問題甲人權無關係，而且批評聯合國介入中國的內政，向暴力分子發出錯誤的消息。另外，後面對外事務部嘛呼籲香港各方應該保持拒絕暴力，採取緊急措施來控制情勢。不過嘛，去予中國駐澳代表批評，唔通對中國的內政來講東講西。記者綜合報道。接落來，咱來關心勞工的權益。
每年基本工资一调起哦。今仔日劳动部举行着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经过6点钟的讨论，最后决定建议行政院自明年开始，将基本的工资逐个月是23100块，调起到23800块。若准是算点钟的，是对1点钟150块，调到158块，大约有230多万人会来受到庇荫。那我们获得每月基本工资调整到23800元的一个结论。那我们每小时的基本工资由150元调整到158元哈。每年基本工资定案，对基本工资调幅，陆续双方一度拢真坚持。经过6点钟讨论了后，总算确定将基本工资月薪对23100调起到23800，时薪对150块调悬到158块，有个差不多231万人受惠。劳动部会登报行政院核定，这嘛是总统蔡英文上任了后，基本工资小连续4档调起。月薪部分的调幅跟时薪是否要一致？其实，委员有不同的看法。我们的时薪的劳工他没有年终奖金也没有一般的这个奖金所以他是属于比较弱的早起10点审议调开进前，劳团和代表劳方的审议委员先伫劳动部外口强调讲，台湾基本工资月薪第28个 OECD 国家内面是第18名排后边，时薪嘛是低过平均值，呼吁每年基本工资爱调。上个月经济部所公布的一个数据，我们的电子业出口甚至是成长90%，也在这边要呼吁我们的资方团体不要再以动涨为手段，应该能够体恤我们的企业劳工。资方是主张档起，每年基本工资应该维持伫今年的水准，所以会议结束了后，代表资方的审计委员表示不满，批评今年当着选举年，政府要放选举红利，工商团体未为因背书。我们对于这种调法，我们也表示不满意。那是政府你都所有的基本工资3年来，包括今年第4年。你们都是用政府的政策决定嘛？资方团体有表示说，我们不帮部长背书。多工团体是回叫资方反对的理由，10档内拢同款，肯定基本工资小连续4档拢调起。不过真可惜的是，月薪的调幅只敢3%，错失一届好好回应台湾计薪问题的机会。嘛显示总统蔡英文应该赶紧兑现政治承诺，订定上佳工资法立法。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不过一开始是一个真不幸的消息，伫咧台东大沼海边突然有学生和一个大影降起意外，是桃园大园的学生囡仔参加台东校内夏令营，在今日下晡4点的时阵，学生囡仔到海边去耍水，却向有9个学生和大影来降起。海巡甲消防人员收到通报了后，就随去甲因救啊。目前是顺利救到8个囡仔，不过还有一个14岁高中生到今也是找无。咱伫画面会当看到被救起的学生，也是伫咧等待迄个胖见，也被风吹到迄个囡仔。不过这个风影是伤过大，海巡甲消防单位也出动空军的直升机，甲海巡艇继续伫咧附近的海域继续找找。除了高雄、台南、桃园以外，新北市的中和头摆出现本土天高热的疫情。这个得病的人是一名40多岁工装冷气的师傅，也因为直接伫咧湘北地区伫咧行打，这个感染的病源到底是对倒来？来查看卖。卫生局清洁人员一直来回除药消毒，每一个所在拢要注意。因为新北市的中和区发现今年第1个本土天高热的确诊病例，患者是一个40多岁住伫咧秀经理的查甫人。卫生局给我通知以后，我们就马上就配合清洁队做一个周边的一个环境消毒。那我们今天还会再做一个全里的一个大区域的一个环境消毒。
疾管署表示，这个个案最近无出国，8月初6出现发烧、头壳痛、脑后痛、落屎，还有筋肉痛等等的症头。因为这个症头相连续伫初7甲初9去诊所来看医生，拢叫医生讲是感冒。在伊出现红疹大意，12病医怀疑是天狗热来通报，经过检验确定是感染天狗热第1型。这个个案是冷气修理人员，常常伫湘北地区来活动，啊，若是感染源，冇可能是有人暗砍拄境外刷入来的，即马搁伫调查。每天其实固定都是在公司的这个台北市文山区仓库这边，那因为它主要装修的地区是在新北市的汐止区啊，那另外它就是在家里，大概行程在固定大概就是这几个地方啊，那所以它的感染源我们还在厘清当中。根据疾管署统计，今年到8月13，国内本土天狗热的病例累计总共70例，其中上侪是高雄市，总共有50例；台南市有18例，桃园市甲新北市拢有1例。疾管署表示，北部天狗热的拓白蟒是白线斑纹，上主要是测试伫外口。新北市政府除了针对患者住的所在4颗位50公尺，一户一户入去消毒，嘛针对4颗位的住户进行健康检测，预防疫情扩开。记者综合报道。桃园机场是咱国家的门面，不过即摆外口水水，内底却是垃圾鬼。桃园机场发生了工厂的弊案，桃园地检署今仔日依照着违反贪污治罪条例，伫咧暗头的时阵，将这个工程处卸任的处长来收押，也这个案件是肉粽一关，拢总有21个人，互列作是被告。桃园机场进行第2项下扩建案顶真侪项重大工程，标出工程围标弊案。13号暗时检调搜查定讯，桃园地检署以违反贪污治罪条例等罪嫌，将工程处卸任的处长、姓吴承办员2人向法院申请羁押，其他相关部门工程师、乌西厂商等11人，以2万到30万来交保，8人撤回，拢总21人列被告。经讯问后，任林姓处长、吴姓工程师涉犯贪污治罪条例等罪嫌，向桃园地方法院申请羁押，其余被告总共20人，均交保或释回。检方表示，现任的处长甲姓吴工程师等人负责2期项下扩建案工程，涉嫌伫2017年到2018年期间，向厂商收扣米讯，佮协助厂商提出标案。目前已经知5件标案有问题，其中第1件乌西金额达600万，目前无排除向电管对查。我目前已经决定将这个林姓的主管调离非主管职务，那么静候这个侦查。另外2位同仁呢，也因为职务必须调动，避免他在跟这个本案有关。机场公司表示，尊重司法调查，全面配合检调侦办，3位涉案的人全部调离现职，也针对交通部要求，马上启动检视所有进行甲规划中的标案，杜绝甲厂商发生任何违法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人讲满钱手来出，要圆要变家己屈。检警在12个时阵抓到一间公司伫咧偷用电的案件，而且是内神通外鬼，有台电的员工伫咧斗打杂。警方所抓到的4个嫌犯，其中1个就是台电的外勤技术人员，利用伊职务的便利来偷改用电调查书，暗砍无照报来厂商，也造成台电的损失。伫秀抓用电高峰，新北地检署检察官大动作带队破获集团窃电案，查获到4名嫌犯，其中1个人是台电资深的员工，伊被查出敢若利用职务之便来神通外鬼，家己篡改用电实地调查书，和窃电大户减缴真侪电费。吕姓犯嫌呢，他利用职务上之便以及这个台电稽核制度的一个缺失呢，涉嫌呢篡改这个实地用电的这个调查书。这件事情，我们公司也会深深的检讨我们公司内部员工的管理还有相对的一些规定我们公司一定会深切的检讨。类似台电办无间道的窃电集团案，发生伫去年12月，新北地检破获以姓杨的相关带头的虚拟货币挖矿场窃电案。迄当阵检警就发现金主被外泄过大解，怀疑有人通风报信，所以和台电总公司成立专案小组，监控布线7个月过，查获到几大间桃园甲罗地的工厂破坏电表，造成计量失准。涉毒的嫌犯敢若是受乌西协助业者篡改用电调查书。那全案呢，将依背信
诈欺、泄密等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检警12公斤大埔姓卢的嫌犯，查扣大票68万外，还有扬州的阿爸。台电表示，目前损失的金额还在算。这个案件嘛，突见稽查制度有漏洞，和外勤的技术人员落这大的权。目前已经将姓卢的员工停职，后续还配合司法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人讲烂船爱撞到好港路，不过即马这个情形却是无法度。在屏东枋寮渔港的港口，这几年是愈积愈严重，但你拢爱将这折掉的沙清掉，渔船才有法度出入。在今年7月时阵，港口又搁塌起来啊！那这个渔船无法度出入，也会塌甲，互这个人会当伫顶面行来行去。民众也讲，这30年来唔捌看过情形，也希望政府赶紧来处理。民众伫海边仔伫行，佮一直用竹篙来试头前的地形佮深度，因为这毋是一般的海沙坡，是枋寮渔港的港口，因为沙积掉咧变做一大片的沙坡地。听讲迄你嘛是爱有人遮渔民，爱挖出港，抬个波动出港，打个港口的。每年都会清啊，但是清的效果不是很好啦，没有办法说完全改善。枋寮渔港有停真侪渔船仔，塑胶牌仔要到300只，因为沙蹲伫遐拢无法度出港，渔民爱讲要1个月拢无收入。渔会表示，这届完全封港是30年以来上严重的。西南风、西南气流这个影的时阵吼较大，所以西南一直了到这个港渠遮，拄可能拄起来了，拄驶过来，拄都拢囤伫迄个港渠遮来。地方质疑是港口的设计有问题，造成水流拢积伫咧港口，应该想办法来解决。县政府表示经费有限，会等天气较好先来挖沙。因为最近刚好碰到这个利奇马台风的影响，那海象不稳，导致说作业的平台船它没有办法进行施作，我们会请厂商尽快来取得做一个疏浚的一个动作。但是要清这条的沙的时阵，渔港嘛无法度出港。枋寮渔港是国内真少数无受到东北季风影响的港口。但是要处理这底下的沙，真正是了钱了工，不如改变港口的设计，互避难沿海的船拢会当来靠港。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做回来看雨景。洪泰 Cross 是走去日本，也因为这个雨水真高，去年有淹水的电头，大家也先传起来等。也因为日本受到佛教的影响，在这个污染喷这个前后，拢爱去陪帮。就这2天，煞超过200外的机帮来停飞，也互真侪民众决定要提早回去。美国总统川普伫12个时阵来同意要放宽强迫动植物种的保护法，也即回也将经济因素牵入去做考量。不过环保团体认为讲，这是为着企业伫咧利益伫咧设想，等到互这财团会使伫动物的生态地顶面来甲吞大，只是会物种搁较死较紧尔。帝王斑蝶做分别地是这个济种的物种，不过以后就真歹讲。So historically, when there was lots of prairie and open spa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would have been about 1 billion monarch butterflies or billions of monarchs. And now we've lost a lot of prairie habitat and wetland habitat to development. Insecticides and pesticides are used widely, and so this once common species that is very familiar has declined by 99% in the west and by 80% in the east. 美国总统川普同意放零濒危物种保护法的限制，嘛就是讲，较早只要某一个物种，像讲南番帝王斑蝶被列入保护受威胁物种的清单，就自动享有这款保护。修法了后，等下就要先针对这个物种做特别的研究，确认有影这个济种。另外，伫评估的时阵，经济因素会当列入考虑。The economics is certainly important to farmers. You know, if we're going to be sustainable, we have to at least be able to pay the bills. 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s, isn't it? Invasive species meets endangered species, then what happens? 那是石化燃料业税客的美国内政部长伯恩哈特表示，要维护这个济种物种保护上好的方法，就是尽量确保这个法案的实施，并且主张国家官效率利用环境资源实地保护。新变革互真侪环保团体、民主党人真生气，表示这可能会加速物种济种。有2个州表示要采取法律行动。濒危物种保护法是1973年由共和党籍的前总统尼克森签署，过去20外冬来，全美国一直拢有8成的人支持，嘛保护了龙甲熊，以及代表美国的白头蜡熊。美国境内白头蜡熊即马敢若剩差不多1万只，1963年的时阵数量捌少甲敢若剩417只。记者综合报道。
有真侪人一天的开始一定爱啉咖啡，不过在这个促造加浓咖啡 Nespresso， 因为这款喝水浓缩咖啡的物件，会做出一粒一粒的咖啡球啊，会制造真侪塑胶粪扫，环保人士也甲因批评。不过在今年，因也甲瑞典的脚踏车公司 Velosofy 来合作，脚踏车的设计是用回收咖啡球的壳仔来做的，也鼓励因的消费者爱回收咖啡壳仔。Nespresso 公司送咖啡球以来，因为使用这种阿鲁米的材质，用一解的单调，去互环保人士来批评，认为讲会制造大量的粪扫，甲环境污染。业者除了鼓励消费者回收这个咖啡球而且即马佮瑞典时尚脚踏车品牌 Velosofy 来合作，送这款的脚踏车的车架大部分拢是用回收的 Nespresso 咖啡球还佮有其他阿鲁米回收物来组成的。一台车差不多爱用300个咖啡球品牌执行长奥斯顿有亲自参加设计。People don't really understand the full potential in recycling. I mean, you could look at it as waste, but I prefer to look at it as the beginning of something, absolutely beautiful, as my bike. 虽然讲阿鲁米做的物件的特性会使一直回收循环佮利用，不过伫部分的国家，像讲英国 ，Nespresso 的咖啡球无法度放入回收的分类内底，伫全世界的回收率嘛，仅拿28%。It's frustrating it's not higher. Our vision is that there's absolutely no reason why any capsule should go to landfill. It's about just making that little bit of an effort to actually do the recycling. Velosofy 咖啡球做的脚踏车，会伫8月中来上市。卖的价钱是欧元1189，差不多是新台票42000块。业者表示，若是消费者买一台，公司就会管另外一台互非洲的学生，方便因去读册。记者综合报道。西南风在今仔日半暝的时阵，也予中南部落真大雨。中央气象局也表示讲，在明仔载暗时加后日的透早，会有一阵更较强的雨水，而且这个雨水是会集中伫扇风迄边的地势。中南部的地区下大雨有可能找一个就来，也请民众爱注意。另外，伫台南仁德13受到大灾害影响，大约有800多户来受损。仁德区公所也表示讲，根据台南市的灾害办法，如果恁的厝内淹水超过50公分，就来申请2万块补助。用水枪涂骹，就是要甲陆公妈仔强调，仁德体育工业区的工厂人员透早就在无闲摒扫，13一场大雨，互体育工业区变做一个大水塘，水上深佮淹较深坎。当地民众讲，伫极端的天候之下，虽然无奈，但是嘛无法度。我要引来机会足少，但是因遐内底是时常的，变落大雨就变淹水，伊个分流做了无好啊。阮这算上佳啦，你小可落雨落啊8点钟以上哦，伊就过入来啊啦。阮无住伫遮，哪有可能啊？除了体育工业区，仁德区中华医术科技大学嘛淹甲真严重，学校4颗内啊拢是水，所以嘛透早就开始拼。学校有进水，那还好，我们学校所有的行政大楼、教室原则上都有防水闸门。但是还是有小幅的进水，大概20-30公分。淹水的所在，民众大部分拢拼了但是即马嘛有台南永康大湾的民众质疑，昆山科大附近积水甲真严重，原因是大湾大排抽水站无得放，居民找无管理人员。对这个部分，台南市水利局有解说。以前它那个不是抽水站，因为沉水式的泵浦它是有达到一个某种的水位，它就自动的起抽被雷击通报以后，水利局就会同公所还有会同台电的人员到现场修复。水利局强调讲，虽然昨台南市停班停课，但是承办人员绝对拢无休困，一直在处理淹水的代志。未来加强抽水机漂示资讯。仁德区公所表示，根据台南市灾害办法，徛过淹水50公分以上，原本会当申请补助5000块，行政院勘载了后加2万。这阵仔区公所就会协助灾民办理。记者综合报道。23日透早就落雷降雨，云林县的菜色也来受损，大约是300公顷。伫西里溪仔类的菜色，拢是真侪浸伫水里。
这些农民也趁着天气变好的时阵，赶紧来抢箱，也因为规拢浸伫水里，拢总烂去啊，爱一段时间才有法度来恢复。透早混林西落农民行去田里收菜苕，佮看会出来这个菜叶啊打浸过水。农民讲，即马日头出正炎，若无紧挂起来，这个菜叶啊恐惊会烂去。毋过边仔迄区只打浸菜栽类，恐惊就要定静。水过的菜园哦，一定要再晒太阳，晒个几天，胖胖的，让里面的土翻过来，然后再晒几天的太阳，才能再撒。为着减少损失，农民赶紧叫人来收，透早就开始挂菜，会当挂偌济就算偌济。高温多湿，你会用下晡啊，你话烧热落，每个蔬菜都因为脱水现象会下降了1-2成。西螺果菜市场表示，因为农民赶咧挂菜，即卖青菜品质无一致，毋过绩效也是无起。即摆落大雨，酸长只的菜苕，刷来菜价反势会起。因为它一定受损的啦。进货量应该是会比较减少啦。就看消费者对它的对我们一般的话，叶菜类的需求看情形，上涨是应该会上涨啦，会涨到哪里，我们没办法评估啦。云林农业处表示，初步统计，即摆落大雨，酸长规云林县农作物无300公顷，目前公所搁咧汇报损失会搁再增加。有农民表示，若要甲这个菜种转去，上无爱1个月才有菜通收。记者综合报道。台铁公布，今年顶半年西火车所赚的钱，敢若比去年加1%。不过，这个台铁也拼性命在找其他出路，亲像因也将场地租予别人，将这店头也使用其他店家，在顶半年就赚14亿5千多万，伫咧火车以外又赚不一成。学者也表示讲，台铁受到高铁影响，旅客要坐是有限，应该要应用到大数据来分析，重新来规划。台铁公布顶半年的运量营收，敢若比去年增加要1%。台铁分析，去年2月份花莲大地震冲击台铁退票，毋过因为顶半年天气稳定，佮加上花圃灯会大型活动，增加运量，才间接恢复。所以70公里以下其实是占台铁我们运量的65%。悠游卡是电子票证使用越多，搭乘在台铁，其实对我们的营收反而是会下降。台铁今年顶半年的客运量，逐工平均在64万5千多人，逐工的营业额平均是5016万，敢若比去年成长一寡0.9%。台铁票价当年拢无起价，针对台铁企业化的声音，台铁企业工会并无反对，毋过讲法令就爱放令。你不能单单只有在那个列车营运的部分嘛。然后你要让我多角化经营嘛？你如果要用企业化的话，要比照是整个模式。为着要开展业外收入，台铁今年成立资产开发中心。顶个月花莲车头开放商店之外，总共有400平的商场空间。根据统计，台铁顶半年的业外营收就要到14亿5936万，比去年增加1亿外。敢若业外营收就成长要10%。交通学者表示，台铁长途的运输受到高铁影响，要靠旅运成长是真有限。台铁可以好好去从相关的数据尤其我们现在都讲大数据，去分析一下哪一个服务的项目在整个营运客运服务可以去做调整的，尽快的从营收的角度里面去做调整。学者建议，台铁应该利用大数据分析，加强区域运输甲列车车种的中心规划。记者综合报道。10月4公布上新的加查结果，所敏公司所制作的牛奶糖以及着乌糖、乌毛仔牛奶糖内底拢验出来无牛奶的成分。业者也发完讲，表示家己真正有用牛奶粉伫咧做原料。台北市卫生局也表示讲，请业者提出第三单位的检验来做证明。就是这两种由沈阳公司制造生产的沈阳牛奶糖加沈阳乌糖乌毛仔牛奶糖，被卫生单位抽验发现，产品成分标示有全脂牛奶粉，毋过动物性成分检验结果拢是阴性，也就是无验出牛奶的成分，真可能是其标示无实在。
我们要求厂商就它的技术，还有包括检验上面的盲点，再提出科学证明，然后向食药署申请最新的解释。不过业者出面法院网也提出品管记录甲导料报告，表示确实有使用牛奶粉作为原料，而且牛奶糖是高度纯化精炼加工，在做的过程中有一段时间到110度以上，可能破坏原来 DNA。而小数为我所使用及时组合酶联反应检验方法，可能有限制，才无法度正确评估。我们绝对不做偷工减料这种事情。那说实话，不加这几个原料，我们还真不知道牛奶糖要怎么做。台北市卫生局强调，检验方法确实有盲点，业者已经到卫生局水平也提出相关品管记录，应确认产品是安全无疑虑。后续将请业者提供第三方检验佐证。目前卫生局未要求业者回收，或者是其他行政处分。记者综合报道。真侪民众若是腰酸背痛，感觉倒位咳咳时阵，拢会去用抓抓敲敲咧。为着要提升这个降扫的技术，劳动部也推出着降推降桥技术式的证照。不过，这个医疗界今仔日也召开记者会，讲这款降颈骨、降推应该是属于医疗的范围。这个证照会让民众更加回过去。腰酸筋骨痛，除了到病院接受治疗以外，也未少人会选择到养生馆、国术馆去接受练龄。为了提升人员专业技能，劳动部今年推动传统整复推拿技术师证照，只要接受18点钟课程人参加考试。不过，医界开记者会表示，这属于医疗的范围，这个证照名字较会让民众分不清。只要是医疗行为，就是医疗行为。加上传统2个字，绝对不能说就非医疗行为。你本来要把它分清楚嘛，把它分开管理嘛，让民众的安全受到保障嘛。结果呢，你把它在中间再制造一个混淆嘛，那民众就更分不清楚了。医界表示，民雄职员是消毒疲劳的手机业者，专门做观光休闲服务，无医疗专业。不过，真侪人却执行医疗行为，各用无实在广告，造成未少消费纠纷或者是伤害。为97年到107年，经过法院判决案件到102件。不过，卫福部却用传统整复来作为技术师名字，建议应该将这个名改做民俗调理技术师。当年在那个卫生署的相关的会议做成决议的时候，相关的工会协会都有代表在场，他们也同意了。对此，卫福部表示，为了避免技术师发证以后民众误认是艺术人员，会要求应该在职业场所明显的所在，挂民俗调理业管理规范，甲民俗调理人员工作伦理守则，会加强稽查，各发公文予劳动部未来制定民俗调理管理专法时，伫技术师证加注民俗调理字样，提供民众辨识。记者综合报道。花莲有一个拄出世的查某婴仔，喘气有困难，也无法度正常来食呢。经过医生的检查，发现讲伊的鼻孔的鼻道比别人较矮，是一般拄出世的婴仔1/10尔。这就随爱来治疗，若无就有生命危险。这个红抱咧饲养的查某婴仔是8月初1伫花莲门洛病院出世的小布丁。出世的时阵，医护人员就发现伊咳嗽无气，嘛无法度食奶，安排带入去家护病房，佮佮发病危通知，互妈妈真艰苦。一开始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情景，只是得到护士小姐的安慰，说不要想太多，不要想太多这样。当医生他们来找我的时候，找我签那个病危通知单的时候。就从来就没有笑容过。经过检查，小布丁的鼻孔后壁敢若1毫米，差不多是一般新生儿的1/10。医生甲气管、泪管还有2边鼻管的方式放入去治疗了后，甲鼻孔经开来改善，而且嘛会当食奶。小孩子吃奶都是用嘴巴，那如果鼻孔不能呼吸，他就没办法吃奶。那家属也同意了，那我们就将鼻管放进去鼻孔以后，那小孩子呼吸就比较改善，发生率不高。我们这个医院啊，这个可能是第2例。门洛病院强调讲，后鼻孔较矮，因为是伫咧红婴仔的鼻孔内底，所以伫产前恐惊真恶诊断。小布丁的个案是较严重的，必须要到鼻管带医甲导致，再过来针对其他的器官进行检查，甲染色体送验看敢有无正常。医师嘛提醒，若发现红婴仔食奶无溃烂、喙唇反乌，得赶紧去病院来检查。记者综合报道。
台中市前2天落大雨，一名姓陈的邮便师，也就是送批邮差，12日迄天是拼大雨伫咧送批，经过南屯中和巷的时阵，煞连险车规个跋入去田里，人也险险雨水冲走。伊赶紧爬起来了后，也甲几台车带有200外方的批信，早登去找雨搭，也搁再送到民众的手头。随风才为田里爬起来，这个细陈的邮差上挂念的也是规车的批。警察家的当地居民讲话。啊，嗰啲啊，好。今天就看。哎，这偌深嘛？不深的啊。不深的哦。家己看。 12号透早的大雨，予台中市南屯区中和巷做大水，分不清楚倒位是田，倒位是路。这个细陈的邮差行经过这个所在，连人甲奥多摆拢做伙跋入去田里，家己嘛险险雨水呛去。好佳在有警察斗3工，甲伊为田里救起来。不过伊上烦恼的，也是规车的批拢淡去啊。先爬起来，然后先把那个篮子先拆掉，啊，然后先搬到安全的地方。 啊，因为手机要回报，啊，手机也坏掉了。旁边的民仔先把他先跟他接电话。邮差等去到邮局了后，无顾规身躯澹漉漉，赶紧摕吹风机来吹雨打，因为拢总有200外张批拢浸水啊。为着确定地址，搁要一张一张拆开来吹雨打，再搁甲批送转去予民众。安尼的责任感，随着主管的肯定，嘛派人来加斗3工。比较重要的挂号信我们把它清点出来。 然后一一的盘点，那清点数目无误之后，我们就马上动用同仁用吹风机把它先吹干。邮局表示，虽讲这个细陈的邮差本地做的是物流工课，来邮务才做当外也是菜鸟，不过逐工拢爱负责送买1000张批，做代志真认真。就算落大雨，也是照常出勤，实在真负责任。记者综合报道。 各行各业拢有因辛苦，咱爱甲因感谢。在明仔载就是中元节啦，真侪人拢会普渡拜拜。在这几年，因为环保议题真清，真侪县市拢咧推广金纸爱集中来烧。其中新竹市今年也推出拜拜专用的保金包，也就是讲拜拜香甲金纸拢来减量，也结合着公益团体来推广着做功德代替烧金的活动。 每一年的中元普渡，民众拢会烧真侪金纸，总是会造成环境的污染。为着要鼓励民众把金纸集中做回收，新竹市今年送新的保金包，唔通看伊安尼一个仔囝，内底所有爱用的物件拢总有，除了有金仔、白米、几丛仔香，还佫有一寡金纸，互民众会当减少真侪烧金纸的数量。 那这个帛是取的是纸钱帛，代表是纸钱还有香脂减量的意义。希望民众使用这个铂金包，也可以同时达到一个祭祀的效果，那也可以来维护我们的健康还有空气品质。嘛透过甲便利商店合作，互民众甲买金纸的预算捐钱去公益团体捐户，用捐钱做功德来代替原本的实体烧金纸。 小时候常常看到长辈会在那个过年的时候烧金纸之类的然后因为有这项服务以后，我想要推荐他们去做这样，可以又环保，然后也可以做爱心这样。其实还蛮不错的啦，因为最主要就是可以减少空气污染那纸钱在燃烧的时候，其实那个味道真的还蛮刺鼻的。要买纸钱的这个善款捐给有需要的团体所以这个目的就是既可以达到祭祀的目的，又可以帮助一些相关需要的民众。根据统计，活动送出来了后，总共募款到134700块。若是用100块会当买2.2公斤的金纸来算，已经减买3000公斤，减少排放二氧化碳差不多是4445公斤。虽然讲还佫有真侪进步的空间，不过嘛表示民众对减少金纸这个部分已经开始有初步的认识。记者综合报道。 田园若是有鸟鼠、有虫害，免用药仔头，敢真正咧。伫台中雾峰用竹篙做一个互鸟仔休困的架仔，一个乌色的麻叶就会休伫顶头来休困，顺便替农民来巡田园。根据一只乌色麻叶，一当会当掠差不多200外只鸟鼠，经过试验了后，效果真好。并科大的研究团队也要来推广，希望把田园的自然生态找到回来。
一只乌色麻雀徛伫咧八公尺悬的竹高顶悬，向下底冲，对下骹的稻仔田掠鸟鼠，食一顿粗饱。这支用竹高做的架是水保局台中分局甲滨科大合作设置的。用一物克一物自然生物防治的方法，唔免放鸟鼠药啊，就会使解决鸟鼠的灾害。经过年外试验，台中雾峰的农民表示帮助真大。这个好像来遮有个分析，三个假拢成功，表示就是讲，咱遮的鸟鼠的损害吼足严重的，鸟鼠咧对咱农民来讲，我感觉吼帮助足大的。根据滨科大统计，一只乌色麻雀一当上侪当掠200外只的鸟鼠，掠鸟鼠兼赶触鸟啊，等于是每个日拢咧守护产衡。以前在五福社区这里，它就是采用自然农法，那时候其实就有黑翅鸢了。但是黑翅鸢呢，它要觅食的时候必须得悬停，飞，很辛苦，看到一只老鼠再冲下去吃。我们现在透过这个老鹰的这个栖架，它可以很轻易的站在上面，巡逻，那可以带来给我们很安全的食物，给老鹰也带来很安全的食物。去年开始设置互鸟仔休困的架啊，一开始大家拢怀疑这敢有效，不过设置无偌久了后，伫附近就发现乌色麻雀生2生几落收，这真做是生酮的好所在。除了食肉的麻雀，其他食虫的鸟仔卖来到3工拄虫害，拢是做事人的好朋友。滨科大嘛陆续到各地推设互鸟仔休困的竹高架，来推广友善农经，甲产衡自然的生态，搁再找回来。记者综合报道。伫南投的保利国小，为着要加强学生的母语能力，他着休热时间也办夏令营，唔那教学生囡仔讲台语、甲客语，也有文化体验课程，希望互学生囡仔会当嘴讲白母话，手写台语文。老师真用心地教学生囡仔讲台语甲客家话，大家拢真面暖学。敢若会晓讲，当然无够，为着互学生会当体会更较深，老师阁安排实际操作的课程，互学生亲身来做面题，嘛学安怎去客家话报题啊。平常的课就是拿着课本在上课，这边就是有做美劳，很好玩。这一次是比较有趣，有些影片让自己可以更了解一些客语的文化，学到如何做擂茶，还有一些手工艺品。保利国小趁休热办夏令营，开课教台语、教客家话，教学内容用乡土文化做主题，除了传统的上课方式，嘛加入网络学习、甲实作体验，互学生哪学母语，哪认捌咱的传统文化。这个本土语言做元素，然后学习各项生活跟艺文跟母语让他们能够生活化增加他这个书本以外所没有得到的一些知识。课程头尾拢总10天，内容趣味佮活泼，甲传统的上课方式是真无共款。学生囡仔是真介意，真希望逐冬的休热甲休寒拢会当有安尼的课程。记者综合报道。要念落车闹东海。阁有3匹祝英台，念出台湾好未来，就看公司台语台。台南有一群爱念歌，想要保存传统念歌的少年人，因成立着古语念歌团，希望念歌会当代代流传。公司台语台青春咱的梦，暗时10点，做伙来看因的青春美梦。伫台南的古语念歌团，团员的年纪无大，不过已经了解各种古调的内涵。因也知影要传承这挂古调，唔是这么简单的代志。其实这个调千变万化，伊千变万化，伊唔是干那讲咱才听到款式歌安尼唱，有足侪种无共的唱法。想要打这个重担，有着老灵魂的团长罗树德，自细汉就教伊文艺。有一遍机会熟悉到台湾古调，才发现这真正是传统艺术的宝贝，就要保存落去。所以开始组团，定来甲团员练习。我自细汉是对音乐有兴趣，对这文学的物件嘛有兴趣，就感觉讲原来咱家己台湾有种物件，会当甲这两项文学甲音乐会当结合起来，佫才水气。其他团员有一寡是台南在地正教义文书的少年人，
像本来袂晓乐器的郭明祥，被罗斯德影响了，怎么样加入念歌团？迄阵啊，因为我袂晓乐器啊，这是我第一个学的乐器。啊，伊就带我去买一支这个练习的这支琴。啊，我练过个月了后，有时间我就来看因练团，啊了我就开始参与因练团。故意念歌团的市场甲影响着，可能抑阁无够大。不过因想要传承文化的梦想是无假，因会继续努力，将台湾的传统歌调发扬光大。记者综合报道。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你就知。北部地区为26度到35度，中部地区为26度到31度，南部地区为25度到29度。东部地区为26度到33度。咱来看外岛地区，为27度到33度。抑阁未来3天气象。节目的最后也感谢各位收看，咱马仔同时间再会。Thank you.